你进一步来看，苗栗县政府针对30间研制下社区学校进行甄别，先开国小过200本列作而本采编的学校，顺便去年青年设立辅导会，按模式资金用愿意做主题，提供学生的科学辅导。因为县政府本记得2年的转型期，想要保留先开国小。经过1学期下架的大病，就在学校最尾而本采编，我遇到家长喺認為。成年人唔單止語言能力變好，就連學習嘅態度也很難積極，很難主動咧。Horse, how do you spell? H-O-R-S. Very good. Oh no. 雖然係禮拜六，不過先開國小嘅學生嘅還係去學校上課，先生用普通式嘅教學，帶領小朋友歡喜樂學英文。Horse, H-O-R-S. Go. Oh, very good. 太福鄉新開村為咗愛學校進行做特色小學，當成立嘅輔導費，大部分嘅水庫費開金，含過去中調嘅錢來聽緊學生嘅準備下課後嘅輔導。雖然全校學生嘅搶30個人，不過家長對小班子嘅教學都幾滿意。雖然下班要犧牲2年陪4年嚟上課，不過按呢點到親子關係變到還夠好。他本来是一个很被动的孩子，可是来到这边之后，他变得很主动、很自动自发。再加上老师跟我配合得很好，那所以孩子整个大转变。他不仅是在自信，然后还有我觉得他的心理都变得非常开朗，我觉得是我想要的那样子的教育。咪就佢都做農業咩？他冇法度照顧4年咧，嚇！唔係咩？禮拜6有老師有帶。睇人哋做得做細條，按樣嘅話對屋卡4年全部都當好啦。因為按樣嘅話，有啲家長嘅就係為來陪同4年嘅上課，增加親子關係。輔導費安排嘅課程主要係為提升學生嘅英文。拜1到拜5邊學過後安排實性教學，拜3下晝跟拜6早晨係安排英文、數學、韓國作文、傳譯教學。學嘅1學期，學生嘅語言能力都顯明有變好。所以說小學校它的好處在於，它可以認識每個小孩子的特質特性，還有家長的家庭狀況，深入了解。我這個小朋友因為搞，然後跟家長配合，把這個小孩子的程度去提升出來。那經過這個1個學期以來的這個上課從學生各方面的表現，不管在英語的這個成就上面，還有在學業的成就上面，大部分的學生其實都是有進步、有提升。面對學校愛飛起嘅門機，村里間家長表現出輔導嘅決心，調你更多人力物力提供課後輔導，就連學測費、營養當中存嘅錢都係輔導費來出。就算對屋卡係耕種為主嘅野外來講，1學期減嘅為40萬元嘅經費負擔嘅過大。不過，一條村民還係願意壓力壓緊捱下去，就係希望縣政府看到居民為咗保留鄉土有73年歷史嘅新開國小，唔過物嘅用嘅改變，人都願意去做。下個新聞，楊怡諾苗栗報道。